继续来关心山难的意外。伫台南有2个建筑师16日做伙去爬玉山，其中一个人雄雄身体无爽快，全咧昏去。嘉义县消防局随出动去救人，不过去到现场的时阵，这个人已经无生命现象。也那新北市瑞丰的三条岭，昨晚有6个民众去爬山，半路有2个人无细致跋落山坎，赶紧送病院，要是救无回来。山友爬玉山前方，身体形象无舒适，倒在涂骹，救援人员马上出发救人。预计要把这个伤者拖到那个前方的那个三角点上。到现场，山友已经无生命现象，大家用拖的方式将剩5山友救到玉山三角点附近，但空勤队直升机救援。为台南来2个建筑师16日烧香爬山，其中1个人攻顶进前无舒适倒落，朋友马上为伊做 CPR， 所有人员也伫4点钟的后到位，可惜命无救回来。该名男性登山客已无呼吸、心跳等生命征象，消防人员给予固定的处置，于17日8时申请直升机吊挂。新北市瑞丰区三条岭也传出意外，17日下午点外，2个人去爬山，2个60多岁查甫人无细致落入6层楼高的山谷。原本有这么宽，对，突然内缩，差不多剩下1个脚步。然后我听到大叫的时候，我往回冲，一直冲，不晓得他从哪里跌下去。走到那里的时候，才知道是直直的，那边完全都没有坡。是有2名民众滑落山坡的一个情形。 2个伤者经被送去抢救，可惜也是救无回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